就咁樣嘅出品同收費而言，我係相當滿意嘅，並且強烈推薦添啊！呢餐5個人合共消費718啦。大家好，我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Theo。為何深夜總是我？好在仲有摯友陪我，怪獸燒鳥啊！喺熱心群友阿 Mark 嘅反覆多次安利之下，決定嚟試一試呢間原來咧就藏身喺我屋企附近嘅走鬼檔啊！每晚10點準時出攤，但出沒地點並唔固定㗎，就好似打游擊戰咁啊！走緊去攤檔嘅路上，不乏有加速小跑嘅食客㗎。原來咧係可以提前同老闆落單預留食材㗎，只不過需要人到喺現場咧先開始烤，難怪佢哋都要小跑啦。可以揀嘅食材咧都喺晒呢度㗎啦，睇落咧都十分整齊，整潔程度咧都比我想象中要高㗎。嚟都嚟咗啦，就咩都試下啦。炭烤鰻魚呢條白鱔生前絕對有斤半以上嘅，肉非常厚，相當肥美，有住唔錯嘅脆感。魚皮嗰邊都烤出咗脆感啊，相當唔錯，而且先6蚊雞一串啫，我一個人咧就食咗5串，我強烈推薦啦。鮑汁肥牛漿果呢度非常有意思㗎，區別於常見嘅包裹住小番茄嘅做法，佢包住嘅咧係菇涼果，就係呢一種學名咧叫無酸漿嘅草本植物嘅果實啦。四捨五入咧，佢都係小番茄近親嚟㗎，同屬茄目茄科，只不過小番茄咧屬於番茄屬，菇涼果咯就屬於洋酸漿屬啦。菇涼果提供咗獨特嘅香甜味同埋鮑汁嘅體驗啊，搭配肥牛竟然係咁夾㗎，我強烈推薦啦。鮑汁口磨蝦滑熟咗之後會因為水分流失，體積咧細咗成圈㗎。黃沙雞潤、雞心、雞腎、雞中翼啊，呢4款之中，我尤為欣賞呢個黃沙雞潤啦，特別肥美嘅選品真係幾唔錯，真係有啲好奇，老闆係喺邊度揾到咁多黃沙雞潤嘅呢？相反啊，雞翼咧係我比較唔中意嘅，呢種改刀方式確實可以令雞翼更快熟㗎，但汁水流失嚴重，肉質咧變得乾柴。蟹柳呢個價格之下，竟然用呢一種蟹柳都仲係相當有誠意㗎，就係嗰種喺便利店入邊賣12蚊左右一包嘅即食蟹柳，一包先得2條咋，烤過之後呢，佢嘅風味更加濃縮，我一個人呢就食咗4條，我強烈推薦啦。牛蛙腿算係今晚單價最高嘅單品啦，其實應該叫蛙半身㗎，因為就係半隻牛蛙，烤得恰到好處㗎，肉質細嫩，仲有一定嘅汁水添，調味比較出乎意料㗎，就係鹽焗雞粉嘅味道，幾啱我口味㗎，我強烈推薦啦。食燒烤咁熱氣，梗係叫翻幾杯只用鮮果嘅蛋黃檸茶補充一下維 C 啦。期間呢仲發生咗比較搞笑嘅一幕㗎，城管嚟咗，本來以為會出現跟住和嘅狀況㗎，佢一路烤，我哋呢一邊追住佢部車。然而呢一幕呢並冇出現到㗎，佢只係先將烤緊嘅嘢都烤熟晒，然後從容咁切攤，跟住呢，等城管走咗，又繼續營業咯。而呢一串雞髀肉呢，就係呢一段戲碼之下燒到燶晒嘅犧牲品啊！我哋仲食咗炭烤牛舌、天然大蝦乾、鹽分腸仔、粟米筍、西葫蘆、烤菠蘿，都係中規中矩嘅水平啦。呢餐5個人合共消費718啦。有一句講一句，就咁樣嘅出品同收費而言，我係相當滿意嘅，並且強烈推薦添啊！只不過咧後餐時間真係有啲耐㗎，不過咧都係可以理解㗎，畢竟佢嘅人氣咧都真係幾旺㗎。嚟遲咗唔單止想食嘅都買晒啊，而且仲要排隊等烤添。埋單嗰陣加咗微信，老闆直言忙起上嚟咧覆唔切微信㗎，有時咧就打電話啦。畢竟每日出攤地方都唔同㗎。後尾咧又嚟多咗一次，果然啦地點換咗，果然啦城管又嚟咗，跟住咧我哋當晚就見證咗一次老闆嘅喬遷之喜啊！2個全新欄目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，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，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，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